好難嘅，係啊，咁又無所適從啊嘛，一時又話8，一時又話6，一時又話7，一時又話10，咁點跟得切啊？冇錯，咁所以呢，哇，我覺得今次真係透明度極高啦，你哋就唔好話殺個措手不及啊，話唔係我諗定3年發展大計就係因為有個低息，我先覺得咁樣大量投資啫。哇，點知我投資1年之後，你突然間話加息啊，真係唔掂喎。嗱，咁我而家講到咁啦，你仲想點啊？咁所以而家伯南克就話呢，其實而家講晒俾你聽，就希望呢維持呢個低利率呢，可以繼續刺激呢個投資啦，促進呢個貸款融資嘅活動噶啦。希望你哋放心啦。其實尋晚應聲即刻跌嘅係乜呢？就係個孳息率啊。因為你都講到明2014年底之前都唔會加息啦。眾所周知利率同埋債券價格走勢就相反嘅。咁所以尋晚呢，就係既然你個息繼續維持低，咁啲債券價格就升啦。特別就係啲中長期嘅債啊，咁債券價格就升，即係孳息率就跌啦。咁咪啱咯。咁正正就係個低息環境持續咯。尋晚比較急嘅，升得較急嘅年期，亦都價格升得較急，即係佢嘅孳息跌得較急咧，就係5年期啊，5年期嗰個孳息率咧，咁啊之前就係0.9厘啦，咁啊琴晚呢就消息公布完之後跌到0.79厘嘅水平。哇，跌得幾犀利啊！係啊，跌100幾點子啊，跟住10年期都跌得多㗎。都跌穿咗去2厘嘅水平啊！10年期原本係2.06厘嘅，後尾咧就聽完個消息之後跌穿咗2厘，1厘99嘅水平。亞洲財經匯報，歡迎收聽呢節亞洲財經匯報，主持係羅文俊。亞太區股市普遍上升，港股喺龍年首個交易日紅盤高開343點，恒生指數企穩2萬點嘅水平，最新報20395點，升284點。藍籌股接近普遍上升，市傳匯控而出售日本卓越理財業務，股價企穩喺64蚊嘅水平。中移動重上77蚊，港交所升超過1%。國企指數報11395點，升248點。日本股市下跌，指數由琴日創下嘅3個月高位回落。日經平均指數報8849點，跌34點。南韓首爾綜合指數報1957點，升4.95點。台灣股市係假期休市，新加坡富時 ST 指數報2886點，跌咗5點。澳紐股市方面，澳洲今日假期休市，新西蘭50隻成分股指數報3281點，升1.57點。內地股市繼續係農曆假期休市㗎。匯市方面，聽聽美元嘅最新匯價：歐元1.3132，日元77.55，英鎊1.5675，瑞士法郎0.92，加元1.0017，澳元1.0642，新西蘭元0.8197，人民幣6.335。現貨金每盎司報1710.49美元。紐約3月期油喺電子交易時段最新報100.17美元一桶，升0.77美元。呢一節亞洲財經匯報到呢度。7月期指報20414點，升229點。2月份紐約期同每磅383.3美仙。2月份嘅紐約期金每盎司1710.4美元。金銀業貿易場第74號行員金道貴金屬帶俾你。本港色金、黃金色金賣出每兩17450元，買入每兩15680蚊。白金色金賣出每兩16900蚊，買入每兩14200蚊。九金每兩最新報15850蚊，升362蚊。香港黃金白銀交易所金銀業貿易場成立100周年，推出從業員註冊制度，金道貴金屬有限公司全力支持。德福廣場青衣城一致約定，送你置抵優惠。下晝2點50分，每月1號嚟德福廣場或青衣城消費滿指定金額，可換領100蚊港鐵商場現金券。想改善皮膚問題？現時嘅氣溫12度，相對濕度86%，請注意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皮膚激光護理中心，英國皮膚科碩士蘇文輝醫生，專業皮膚醫療及激光服務幫到你。查詢27218331。新年進步，我 Ivan 何啟聰代表瑞信認股證牛熊證團隊祝全港市民龍年財氣洋溢。瑞信認股證牛熊證，你嘅龍年信心之選。屈臣氏祝大家龍年日日健康，歲歲美麗，龍精虎猛。屈臣氏時刻守護你同家人嘅健康，令你更美麗，係你首選個人護理店。
寶華世紀金融集團綜合性一站式金融服務投資平台，提供證券、外匯、基金以及財富管理等多元化服務。新城財經台多媒體頻道亦已登錄寶華世紀網上交易平台，只要登入 bwc-cm.com 即可以收睇新城財經台多媒體頻道，讓你緊貼市場，作出精明投資決定。BWC 寶華世紀金融集團貼心服務，無遠弗屆，網址 bwc-cm.com。新年快樂！紅磡黃埔新天地祝你身體健康，一站式兒童天地 Kids Zone 喺黃埔新天地開業啦！快啲嚟睇下有乜啱你嘅小朋友啦！高盛認股證同仁祝各位龍馬精神，財源廣進，龍年行好運。高盛認股證網站 www.gswarrants.com.hk。我係匯發社嘅沈淑敏，祝大家龍馬精神，發財好市。新一年，匯發社推出全新頭皮護理優惠，打嚟27216160查詢啦。大市日日不停變，窩輪產品更加係不斷推陳出新。究竟近期有邊隻窩輪新蒲頭，又有邊隻比較有睇頭呢？等專家親自話你知。逢星期三朝早11點半，美林亞太區認股證銷售部主管黃舒耀會喺新城財經台財經網104mfonline.com.hk 為你即時講解窩輪市場最新資訊，發掘投資良機。美林認股證智慧錦囊由美林認股證贊助播出。股市直擊，主持呂婉瑩、魏美珍。好啦，咁我繼續咧都係高位徘徊啊！恒指今日紅盤高開343點，做個高位20453之後，跟住升幅輕輕收窄，橫行到依家噶啦。而家最新做20408，升298，升1.5%，成交435億幾。咁即係月期指啦，今朝咧亦都係紅盤高開319點添啊，做個高位20504啊！而家最新做20416，升231，升1.1%，高水1點，成交63000幾張。2月期指亦都成交有37000幾張噶啦，最新做20427，升235，升1.2%，高水18點。好啦，咁啊睇埋國企指數啦，亦都升咗245點，升幅呢係達到2.2%，做緊11392點。即月國指期貨呢就升緊196點，11393點嘅，升幅係1.7%，高水就2點。合約成交有成66000幾張嘅。好啦，啱講就派咗封利是仔俾大家，咁我哋又唔好自己對號入座，人哋咁巧嗰個會期神咗，年前話俾你知，人哋冇睇通識嗰日年初幾嚟㗎嘛？係啦，佢應該冇睇我哋舊歷嘅，係啦，即係我哋自己一廂情願，咪係我一廂情願覺得人哋喺度封封利是過嚟啫，咁就見到最個重點就係唔係淨係話俾你知超低利率會維持到2014年底咧，仲話。咁你怕未啊？我隨時有新招啊！你冇話唔話你知啊！你覺得佢哋冇擇日啊？我就覺得奧巴馬好似擇定一咧，赤口初3就撩交嗌，佢呢期撩交嗌真係喺度做 show 啊！一嚟就攞我哋中國嚟做呢個靶。其實我覺得要㗎，如果你唔喺度空定你先，我又試想下，我問下你啦。嗱，你買咗我，梗係恭喜你啦！買咗咩先？梗係美國國庫債券啦，仲要晨早買咗嗰隻啊！講緊仲要係買咗之後係諗住沽出去嗰隻喎，我講緊。我試問你啦，如果你係諗住買債券攞嚟長期投資做收息，即係好似我哋香港政府個外匯基金咁嘅，我哋局揸噶嘛，因為我哋聯繫匯率之下。咁因為嗱呢樣點會惹起我奇怪咧？連續2個外匯基金我覺得奇怪啦。點解美債過去2年升到砰砰聲？點解我哋外匯基金嗰個債券嗰個收入咁少嘅？咁你賣咗出去就賺啫，你冇賣出去，咁賺乜咧？冇錯啦，咁啊有位朋友就提醒咗我啦。喂，咁我哋呢啲係長期投資噶嘛，咁咪收息咯，收息嘅啫嘛。你睇呢2年個價係升啊，但係啲息係跌咧。2年美國國債而家收幾多息啊？2年係講0.23厘啊！哇，5年係幾多話？5年0.79厘咯，1厘唔夠啊！我想試問下你啊，我諗你求其一個香港市民啊，而家行入一間銀行度大額存款啊，唔使好大嘅啫，1球以上啫，100萬港元以上啊，你揾到1厘息翻嚟啊，大有銀行在啊！我仲要強調而家3個月啫噃，強調而家香港有通脹噶，通脹都3-4厘嘅香港。咁你3-4%，你買5年嘅美國國庫債個息率先得
0.79厘，15年啦，擺咗10年好未啊？有2厘嘅，有2厘息。仲爭你冇呃我0.01厘啊？係1.99啊，擺到30年，再加埋通脹就係負利率噶咯，擺到30年先得幾多？3.15厘咯。咁你諗下，喂，你咁樣都唔係路噶，有咩感想咧？咁我諗咁就冇拜咯，買少啲啊，係咯。咁我咪要空定你先啦。我諗通啦，點解佢要赤口走嚟空你啊？走嚟嗌交，點解咧？咁而家咁揸住最得美國國庫債券嗰個係中國嚟噶嘛？哇！你個息咁低完又低，沒完沒了咁樣低，買少啲或者拆緊啲倉，你都大件事咁，梗係要你空定你先啦。你唔好以為我病貓啊，我勁噶嗱，我驚唔驚你啊？好驚下你而家係咪咁樣？咦？但係唔係應該調翻轉走嚟哀你嘅咩？哎呀，我哋對你好好噶，我哋係長期嘅朋友嚟噶，唔係應該咁嘅咩？咁恩威並施啊嘛。咁遲啲佢去中國訪問嗰陣時，個樣就變咗噶啦，佢都學咗中國啲國粹噶啦，就係學變臉咯。嗱，我唔諗空咗呢樣嘢。咁總之就低息環境之下，對於做生意就梗係好啦。咁應聲下跌嘅就係美國國庫債券孳息率啦，仲有應聲下跌嘅就係美元啦。咁因此就金價就上升啦。金價上升啦，話你長期咁樣低息喎，咪一衝翻上去1,700咯。咁所以短期嚟講，仲有佢仲話定俾你知，有冇因住啊？仲有招數嘅，仲話會有 ready 嘅啦，已經 ready 咗噶啦。咁 ready 係咪講緊 QE3先？出緊嘅真係幾時啦，係嘛？但係正如我哋過去幾個月都話，我諗啲 timing 會夾到啱好嘅。咁而家歐洲央行又做咗嘢啦，咁啊中國又曾經放過一次呢個調低存款準備金。其實有㗎，其實中國做咗嘢㗎啦。人民銀行你諗深一層啦，我哋呢啲人呢，即係我講緊。個層次唔夠高啊，硬係覺得人哋要明明白白咁講俾你知，話要嗱我而家減全部準備金率啦咁樣，咁就做嘢唔使咁白噶嘛。你計翻其實由上個即係假期前啊，其實一個星期入邊，人民銀行透過以利率招標嘅方式開始嘅逆回購操作，其實都等於釋放咗資金幾多錢呢？4000億人民幣。其實我哋對上嗰一次調低存款準備金率都係釋放咗成3000幾億人民幣啫喎。咁你已經等同一次調低存款準備金喎。係㗎啦，嗱不過就咁，佢呢啲逆向回購操作咧，我哋上個星期，我哋喺農曆前年前都話啦，咁嗰個效果係唔同，金額雖然一樣，你減咗，如果你真係減存款準備金率嘅話 ，suppose 咧，就如果你唔再加翻呢嚿錢就真係一直擺喺市場噶啦嘛。但係你透過公開市場操作嘅話係有期限噶嘛，佢哋嗰啲係2個星期啊、21日啊咁樣，咁即係話呢一紮錢呢係有期限嘅限期嚟嘅。咁啊，到時需唔需要再逆回購啊？咁啊，到期之後再睇下情況啦。咁就唔同存款準備金率咁一刀切嘅。同埋好多市場人士就認為今次呢個行動只不過係一啲季節性嘅因素，臨近年尾，所以就流動性就加翻強俾市場咯。咁但係點都好啦，咁都做咗嘢啊，咁佢可以做完又做㗎。咁嗰啲到期咪又再做過咯，21日之後又再做過咯。咁但係對人行嚟講，佢靈活性又高咗好多啦嘛，即係歐洲央行嗰招啫嘛，冇上限，你要幾多借幾多。不過3年回水唔該，咁呢招我覺得仲高啊！你肯定冇退市嘅煩惱啊，因為講明係3年期嘅。3年之後你一定要乖乖地攞翻嚟。冇錯啦，嗱咁所以講嚟講去，你講唔講到咩壞消息啊？冇啊，壞消息就係內地仲未放水咯。咁啊放放地咯，但係唔係我哋 expect 嗰隻放啊嘛。唯一嘅冇咁好嘅消息就係，仲有升得多咯，係啦，就係假期前升咗900幾點，而家升咗300點，1000幾點啦。咁但係點都好啦，你話有個大啲回吐，暫時睇唔到咩條件咯。下晝3點。美聯樓價走勢圖話你知，2011年12月尾二手住宅平均樓價每尺5729蚊。想知多啲，登入美聯網頁啦。新城財經台新聞報道。現時由楊偉業報道節新聞。昂坪纜車其中一個滑輪運作唔暢順，今日起停駛10日，進行維修保養工程。陸續有喺網上訂票嘅旅客，今朝早到咗東涌纜車站退票。有嚟自上海嘅旅客話，東涌嘅纜車站
嚟到之後先至知道昂坪纜車停駛，感到掃興。佢哋話之前已經喺網上知道纜車過往曾經發生問題，認為香港作為一個大都會應該改善。有旅客就擔心有安全問題，日後未必會再搭昂坪纜車。琴日下晝，昂坪纜車自動監測系統發出停駛信號，大約700名旅客被困喺冰冷嘅車廂。工作人員檢查之後，認為係轉向站一個牽引纜滑輪嘅軸承有損耗，因此要停駛更換同徹底檢查。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正進行特首提名競猜遊戲，測試網民嘅眼光。最新情況顯示，特首參選人唐英年暫時領先另外2名參選人梁振英同何俊仁。網民估計唐英年獲得提名嘅票數係637票，梁振英獲309票，何俊仁就獲194票。全港12個綠色團體舉行環保論壇，邀請3位特首參選人公開辯論環保政綱。梁振英同何俊仁已經答應出席，但係唐英年仍然未回覆係咪出席。環保團體話喺選委會中冇票，可能係部分參選人闊佬懶理嘅原因。團體代表又話，論壇嘅目的係要集思廣益，優化參選人嘅綠色政綱。考慮到參選人2月29號特首提名期前可能選務繁重，因此將論壇日期順延至到3月1號或者6號舉行，形式未必一定係同場辯論。環保團體代表話，參選人係咪出席，正好係一面照妖鏡，俾公眾認清未來特首係咪毫無環保承擔。去年頭部中槍受傷嘅美國亞利桑那州眾議院吉福茲正式辭去眾議員嘅職務。吉福茲星期三喺國會正式向眾議院院長博納遞交辭職信，民主共和兩黨嘅國會議員都站立鼓掌以示鼓勵。呢節新聞報道完。運籌財經強勢，鼓動生活智慧。102.4至106.3，新城財經台。我係股市直擊同埋高科技嘅呂婉瑩啊！恭祝咁多位喺龍年有盈有利，步步高升。新城財經台，恭喜發財！聽下外匯最新行情，美元匯價歐元1.3124，日元77.6，英鎊1.5665，瑞士法郎0.9206，加拿大元1.0022，澳元1.0637，新西蘭元0.8204。港元匯價歐元10.1854，日元10.0009，英鎊12.1556，瑞士法郎8.4308，加拿大元7.7458，澳元8.2548，新西蘭元6.363。外匯交叉盤，歐元對日元101.84，歐元對英鎊0.838，歐元對瑞士法郎1.2083，英鎊對日元121.56，澳元對日元82.56。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本港地區下晝同今晚天氣預測，天氣寒冷多雲，有薄霧同1兩陣雨，吹和緩至清勁嘅東北風，漸轉吹東風。展望未來1兩日天色較為明朗，氣溫逐步回升。現時嘅氣溫係12度，相對濕度86%，請注意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財經新聞。港股喺龍年首個交易日做好，大市紅盤高開343點，恒指企穩喺2萬點水平，最新做緊20,408點，升297點。藍籌股普遍上升，市傳匯控計劃出售日本卓越理財業務，股價企穩喺65蚊水平。中移動重上77蚊以上，港交所升超過1%。本地地產股上升，新世界發展升超過6%，係表現最好嘅藍籌。恒隆升穿27蚊，資源股做好，中石化高見9個2毫2嘅1年新高，中海油升近2%，體育用品股有追捧，李寧特步升超過1成，博彩股有買盤吸納，永利澳門金沙中國澳博升超過5%至7%，中資金融股接近全線上升，中人壽升穿23蚊，交行升超過3%，國企指數做緊11397點，升250點。
政府下晝公布本港出口數據，東亞銀行首席經濟師鄧世安話，歐債危機未解決，市場需求亦都未有大幅回升，預期舊年12月本港出口增長只得 3.9%， 不過本港出口去年下半年先至開始放緩，因此預計去年本港出口增長係 10%。鄧世安話，歐債危機未改善，加上美國經濟未全面復甦，相信未來幾個月本港出口有機會出現負增長。匯控公布出售泰國零售銀行同財富管理業務俾泰國大成銀行，有關交易仍然要待監管當局同埋大成銀行股東批准，預計交易今年上半年完成。截至舊年12月底，有關淨資產嘅淨值係175億泰銖，折合大約5億5300萬美元。根據中日海關嘅資料，中國舊年入口1億8240萬噸煤炭，按年升 10.8%， 取代日本成為全球最大嘅煤炭入口同生產國。期內日本嘅煤炭入口量按年跌 5.1%， 去到1億7520萬噸，主要係鋼鐵企業減少生產，令到煉焦煤嘅需求疲弱。呢節財經新聞報道完。恒生指數匯報，恒指最新做緊20,415點，升305點；國企指數做緊11,399點，升252點；恒指波幅指數做緊22.64，升0.83。恒生商業綜合戶口助你拓展大中華，而家申請可享匯款手續費全免等精彩禮遇。紅籌國企指數匯報係由中銀香港贊助播出。紅籌指數最新做緊3946點，升66點；國企指數做緊11,395點，升248點。而家至2月29號開立全新中銀香港證券賬戶，買賣認股證及牛熊證，經紀佣金可享半價優惠。投資涉及風險。中成藥標籤同說明書法例條文已經生效啦。法例規定，香港銷售嘅中成藥都要有適當標籤，列明藥品名稱、有效成分、產地、註冊編號、代理或製造商、包裝規格、用量、用法、失效日期同批次編號。說明書仲要有功能同用藥禁忌等資料。詳情請瀏覽 www.cmchk.org.hk。恭祝大家龍年快樂！想 keep 住靚靚過新年，快啲搵 Arch Beauty 雅詩美療啦！熱線28876161。高盛認股證同仁祝各位龍馬精神，財源廣進，龍年行好運。高盛認股證網站 www.gswarrants.com.hk。龍年雙春兼閏月，業者鄧律師行恭祝有情人龍年甜甜蜜蜜，婚姻愉快，恭喜恭喜！新年行街買新衫食好嘢，德福廣場青衣城祝你豐衣足食。每月1號一次約定，送你20萬大禮，恭喜恭喜！交通銀行匯聚專業團隊，提供多元化人民幣服務，祝大家龍年財運亨通。交通銀行，你的財富管理銀行。滾啊滾！千福中嘅火鍋料理，祝你財源滾滾。千福中嘅火鍋料理，新年照常營業，記得捧場啊！電話23111812。發在生，祝你龍年生生發發，滿頭烏黑龍髮，日日容光煥發。發在生健發熱線28389802，初8啟市。Megabox 運轉花開迎金龍，首創30尺高大型華麗賀年糖果轉，隨粵語音樂旋轉，嚟 Megabox 迎新春啦！大市日日不停變，窩輪產品更加係不斷推陳出新。究竟近期有邊隻窩輪新蒲頭，又有邊隻比較有睇頭呢？等專家親自話你知。逢星期三朝早11點半，美林亞太區認股證銷售部主管黃舒耀會喺新城財經台財經網104mfonline.com.hk 為你即時講解窩輪市場最新資訊，發掘投資良機。美林認股證智慧錦囊由美林認股證贊助播出。電能實業恭祝全港市民新年進步，身體健康，時刻充滿活力。環球視野，創新領域，電能實業。富林集團旗下飲食品牌富林漁港、富林皇宮、桃園酒家全線分店同仁恭祝大家富貴逼人，福祿上臨。以下港股成交資訊由海通國際提供。
翻嚟啊！龍年第一個交易天下午時段3點10分啦，哇跑上嚟啦，20425啊，新315點高位咧20453啊，挨住高位上翻嚟啊，而家升315點。下星期一咧就呢個期指結算啊，而家1月合約20433高水7點，成交66,000張，升248點。2月合約成交係38,000張，高水31點，升259點。2月合約20451嘅。咁啊，至於國企指數11401升254點啊 ，A 股咧就係假期啦，下星期一開出嚟點啦？成交方面463億收貨啦，咁好多仲放緊假，咁啊，復大成交股份現時報價，工行5個5毫4升毫7，建行6個2升毫2，中移動77個3毫半升6毫半，中國銀行3個3毫4升7仙，匯控65個2升6毫半，中壽23個1升9毫半，友邦保險26個3升4毫半，中海油15個7毫8升2毫8，中石油11個5毫2升2毫，中國神華啦35個1升2毫半，中國建材10個1毫2升5毫半，平保60個9毫半升個8，港交所134個1升2個4，利豐啊17個7毫8升5毫8，農業銀行3個8毫半升9仙，講親都係升啊！海通國際獲 Asia Money 等機構評為最佳證券商，投資世界無遠弗屆。股市直擊，黃日華、李韻儀。翻嚟直播室 Sonia 啊，你係我及所有拍檔最後生噶啦，咁咧就恭祝你今年呢，樣樣心想事成，身體健康，咁但係你都同啲聽眾拜一年咧。我都恭祝你呢身體健康，龍馬精神啦。咁當然各位聽眾呢，喺新嘅一年呢，都要股運亨通啦。咁啊，同埋呢，亦都要聽多啲我哋嘅節目啦。咁揀多啲好股俾大家聽噶。係咁啊，過往幾個月呢，我哋同大家討論過呢，要等待、耐心、忍耐。相信即係中央嘅善意匯金2億公中建輪個信號。今日呢個農行點啊？農行而家3個8毫4升8仙，咁啊2個2毫3嘅時候即係記唔記得啊？公中建輪呢2億，有時咧唔使話要2000億200億嘅2億嘅一個善意信心就俾咗大家噶啦。咁但係過往呢，我哋反覆討論過啦，歐債危機呢6個月2季嘅市升，過咗一季10幾20天咁20幾天咁，但係咧繼續咧，我相信除非歐洲嗰邊有啲實質真實轟轟烈烈嘅真正的唔係翻丁嘅消息，係真係負面消息真嘅，唔係嗰啲舊聞，否則嘅話咧焦點都往翻，咦越嚟越得意喎，伯南克一陣間話1年唔加息，嚟緊講到2014年年底都唔加息喎。係啊，佢呢招奇招喎，咁會唔會遲多半年佢就話2015啊，再遲多半年年底話2017啊？佢目的係乜咧？條 U 曲扁到咧好似冇息咁。係啊，咁咪就係將啲資金咧就係拉翻去股市度咯。見得到今日嚟講咧，港股啦，同埋其實都會承繼翻外圍嘅升勢啦。今日嗰個升勢都幾顯著。係啊，咁過往幾個月慢慢買翻上嚟嘅，最記得啦。北韓事件星期一跌穿18178、179，就算唔計北韓事件嗰日上晝跌穿呢一個184、183，跟住下午市咬腰上翻嚟200幾點，記得來回600點。咁183去到而家20421都升咗2001點，老實賺錢落袋係好嘅，咁即係始終都係啱新正後啦，賺啲咯吓。咁但係你問我唔知你睇法，我個人嘅睇法咧，由於嚟緊期指結算，咁仲有咧，我對 A 股開出嚟咧就即係我個人咧就係比較係 bullish 嘅，係好嘅。咁至於外圍方面嚟講咧，阿伯南克琴日提出嗰個咁樣嘅一個呢一招呢，大家會見到議息聲明冇變啊，維持息率不變。其實真正嘅重點呢，就係呢，佢喺度玩一樣嘢，你知唔知啊？等於一個男士同個女仔求婚啊 ，Sonia 係23歲，26歲先啦咁。咁26歲問佢話29歲啦咁樣，咁29歲問佢話39歲啦咁樣，個男士自然放棄啦，個輸晒啦嗰啲。咁而家一樣啊，就係而伯南克呢，會唔會嚟緊越推越遲呢？我唔知。但係佢呢個耍呢樣嘢呢，就令到呢嗰條 U curve 撳得好扁，而且呢令到呢嗰個市場呢，慢慢呢就係呢相信呢嚟緊呢嗰個通脹唔高，咁啊幫到美國房產啦、企業融資啦、中小企借錢啦，咁啊仲有就大家會留意到一樣嘢嚟緊幾年美國都係咁嘅通脹，佢認為2厘，咁有朋友問過我，如果唔係2厘4厘，咁咪烏紗不保？係㗎，咁油價200蚊、150蚊，咁點算啊，Sonia？咁所以美國唔喺中東咪權處重兵咯，有的是航空母艦，有咩風吹草動咧就撳翻油價落去用導彈。
係咁噶啦，係嘛？咁即係美國話俾你知，我夠大啫，everything under control。咁係唔係唔知，要觀察落去。但係我覺得咧，嚟緊呢一兩個月咧，整體嚟講呢個市場個鐘擺咧就擺咗去經濟咧，比想象中好啲。而美國個經濟確實，如果睇翻琴日議息聲明呢，伯南克喺記者招待會就話未可以講美國係復甦，但係喺議息聲明提及到嚟緊幾季啊，係比想象中好啲嘅。咁即係我哋過分悲觀嘅喎。係啊，咁似乎而家經濟尤其是美國方面啦，或者一啲嘅美企公佈啲業績啦，似乎普遍嚟講呢都係好過一個嘅市場預期啊！大家對於可能即係之後嘅經濟嘅即係復甦嘅速度啦，或者比起之前嗰個預計呢，應該都快到幾多嘅喎。係啊，咁啊，所以綜合整體嚟講啦，我覺得 trading range 嚟緊呢中前後呢。我自己覺得啲淡倉未走嘅，走唔晒。咁淡倉過往呢幾個月呢，即係逢高沽啊，諗住希臘有時輪西班牙有時輪葡萄牙有時輪到冰島有時輪到咩都好啦，都係有時嗰種睇法呢，就因為 condition 咗，而且即係太多人講歐債危機未解決啦，瞓覺都嗌出嚟，哎呀未解決啦，咁隔離嗰人醒咗咩事啊？發咩噩夢啊？未解決咯，點未解決啊？咁樣其實就俾人 condition 咗。咁倉底啲淡倉呢，走晒未呢？我覺得未走晒。咁嚟緊呢幾天嘅期指結算呢，如果外圍仲有啲正面消息，一個唔該一劫嚟隻蘋果再大隻啲，即係好似蘋果離晒譜賺咁多錢嘅，係啦，都係你買得多啊，或者內地啲即係啲紅包啊買得多捧場啦。咁但係蘋果個業績誇張到咁，我哋睇到其實美國啲企業根本就係可以賺錢啦，係咪？咁所以外圍一帶住，咁如果你話今日呢，星期四歐洲嗰邊呢，希臘呢就同啲債權嗰個 IFF 呢就傾，如果傾掂啊突破嘅話呢，借啲意。一吹個風一拱上去，啲淡倉走唔到，同埋啲好倉，而家輪到好倉發威啊嘛，咁啊究竟點呢？我覺得 trading range 喺198-213呢千點，但係一定會波動。咁你話呢個位買咧就有啲雞肋噶啦。少少啊，因為其實近日嚟講啦，咁啊真係喺之前嘅即係升幅嚟講，其實喺19,000點呢啲水平呢，就頭先有提及啦。咁其實升上嚟，咁現時嚟講啦，累計升幅都有成1,500點嘅。咁如果真係望翻其他一啲嘅技術上去望嘅話啦，其實 RSI 9天呢，其實已經係過咗80以上嘅。咁所以短線嚟講，有機會有少少嘅壓力喺度呢，都唔出奇。咁所以現階段嚟話去到現水平啦，20,500點啊，或者係20,800點呢啲水平呢，其實真係要升破呢。咁當然都要真係呢，就係外圍更加之配合啦，同埋下星期啦，真係要睇翻內地嗰個股市嘅一個去向。如果唔係嘅話呢，相信去到呢啲水平嗰個壓力咯，其實都會係比較大。咁所以如果來現階段仲未有貨，仲想入嘅話，都真係要三思噶。係啊，咁但係就即係我哋建議過往幾個月都希望大家慢慢買啲A50啊，買啲盈富基金，跟住翻嚟再講下 A 股好冇？好啊。樓市最前線由紅星原隻鮑魚盤菜贊助。樓市最前線，李石宏。時間你睇中貝沙灣望慈園海景單位嘅成交，成交單位貝沙灣6期7座，中層私室，一個1588尺3房套房，望慈園同埋海景嘅單位，成交價2550萬，平均尺價16,058蚊。業主喺07年3月用1743萬2千蚊買入，今次轉手最面賺806萬8千蚊離場，升至超過4成半。1月份貝沙灣分層單位嘅平均尺價呢，大約係15,000蚊。至於獨立屋方面呢，就大約係33,500蚊一尺價。透視樓市新趨勢，樓市最前線。盤滿大利，年年鮑有餘。紅星原隻鮑魚極品盤菜，歡迎預訂。恭喜發財！新一年要心想事成，去香港許願節許個願啊！林村許願廣場祝全港聽眾身體健康，心想事成。新城財經台財經網一按落本網上交易服務，助你佔盡投資先機。聯同三大證券商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新銀萬國證券香港有限公司、英皇證券集團，匯聚電台、互聯網、多媒體頻道、iPhone 同 Android 手機等優勢，策動網上交易平台，提供每日大行分析，讓你掌握市況，即時 click 進每個入市良機。想了解更多詳情，即上104mfonline.com.hk。龍年好，財運通，黃金海岸水蓮坊恭祝各位龍馬精神，財運亨通。黃金海岸水蓮坊美容水療按摩初4啟市。股市直擊，黃日華、李韻儀。中人咁啊2823 A50啦，而家升毫8，11個4毫6，咁啊2823啦，咁啊
睇一睇咁啊，過往我哋都同大家討論過啊，慢慢買啲，咁而家上翻嚟呢個今日高位11.5，依家11.4毫6咧，有冇機會挑戰翻250天線呢？定係個走勢你個人睇法點啊？咁啊，就如果250天平均線啦，現時嚟講啊，去到12蚊呢啲水平，咁啊，現階段相隔就大概5毫子左右。咁其實例如話今日啦 A 股其實就冇開市嘅，咁但係 A50 中國啦都有個升勢啦，似乎大家對於 A 股真係之後嘅即係龍年第一個開出咧，應該都係比較樂觀，咁所以今日 A50 咧都會係有一個嘅升勢。咁但係當然啦，去到250天線呢啲水平，大概12蚊呢個阻力應該都會係比較大，因為去到咧就差唔多講緊係上年11月嗰陣時候咧嘅一啲嘅高位，咁同埋其實咧真係睇翻個技術上嚟講嘅話啦，近日要留意翻就係話開始一啲嘅內銀股今日咧都有個升勢，咁但係去到現時嚟講，技術上咧開始有少少咧就係即係有少少卻步啊，即係去到一啲嘅技術上已經係比較高位咧，有機會就現階段就整固個上升空間唔算話咁大，咁但係望翻 A50 中國，其實佢佔一啲嘅金融股份咧有60%咁多噶，咁所以如果嚟話真係內地金融股份如果未發力嘅話咧，或者即係現階段就作為整固嘅話咧，有機會 A50 中國嗰個上升空間唔算話好大啊，咁所以現時嘅第一個嘅目標位啦，有機會就頭先你提及250天線啦，大概12蚊呢啲水平先㗎。好啊，咁啊講其他嘢之前呢，要讚一讚你放假之前呢，你經大家獨排眾議啊你啊，但係可能話太古有咩 discount 啊咁樣啦，因為上咗嗰隻太古地產，咁但係咧就太古本身就幾好喎，3蚊5先就升咗82個1毫半喎，有啲龍年利是喎你都。咁如果嚟話太古啊，咁之前都有提及啦，即係75蚊呢啲水平啦，對於翻佢個每股資產淨值比起同行呢，真係 discount 咗好多噶，咁所以嗰個階段呢，其實個防守力真係好高，咁所以都見得到其實喺今年啦，即係由即係2012年開始1月啦，去到75蚊呢啲水平嗰個防守力真係幾大嘅，咁所以去到嗰個位置呢，嗰個吸引程度都真係比較高，咁所以都望住其實無論講緊太古 A 又好啦，或者太古地產啦，其實近日嗰個升勢呢都幾顯著，咁呢方面都會帶動翻就係話太古 A 嚟講嗰個走勢呢係可以慢慢呢就係做翻好，因為今日睇翻太古地產啦，其實今日有近5%嘅升幅，去到18個1毫6添噶。係啊，咁啊另外呢有個板塊呢，嗱咁啊內房股、內銀股講咗好多啦。咁啊有個板塊琴日呢，就伯南克呢，就提出咗呢，就2014年年底或之前都唔加息，即係0至0.25啦。嗱提一提。有咩特點呢？望落去就話聯儲局維持所有嘢不變，咁息率不變，但係呢，舉例用日本啊，日本過往通縮咗好多年啊嘛，咁啊自從呢一個1990年91年嘅力基由4萬點爆煲，即係一路突然通縮資產一個泡沫爆破之後呢，去到1995年呢，日本央行呢就慢慢呢就息率呢去到零息，咁去到2000年呢就趕錢走，咁但係整個過程裏邊2000年開始呢，就大家見到日元交叉盤呢啲嘢啦，又交叉咁，又沽一買乜嘢咁樣啦，成日都講呢樣，而家變咗沽美金買乜嘢啦。咁但係喺過往咁多年 BOJ 啊，就日本央行呢，或者即係以前有 MOF 咁基本上呢，佢哋冇講係話幾時嘅去到。呢樣嘢其實係好特別，大家會覺得伯南克好似冇咩橋。我再想提一提大家，佢提出嘅通脹嘅嗰個目標係2%，同埋佢再提出呢一個inflation targeting。如果你而家油價係150蚊，或者中東有咩突發性嘅嘢，伊朗係發爛渣乜都好啦，我想問一問啊，油價升上去150蚊，升3個月，咁通脹預期可能唔係2%，係3%。係啊，伯南克真係烏紗不保，佢賭得好大嘅。因為你通脹唔係講真係嚟緊兩厘，係呢個預期嚟噶嘛。市場有呢個有呢一個其他嗰啲 inflation bond 啊、tips 啊嗰啲嘅美國可以調翻轉股啊。嚟緊唔係，通脹係3厘4厘。如果真係到時係唔係2厘，係3厘4厘出嚟嘅通脹嘅話咧，伯南克就真係會令到好多人咧損手爛腳噶嘛。咁所以佢講得到2厘。琴晚喺記者招待會都提及到，即使係2厘嘅話咧，即係嚟緊真係2厘咧都唔會加息，即係咧佢都好有信心。但係佢一路咁樣褪遲加息咧，其實就等於咧另一種。不過我哋過往傳統咧就係減息減到差唔多零冇得減，就係一個 dimension。你讀數你我哋講緊2個 dimension x y z。2個 dimension， 即係咧 X 咧就減到0啦，但係 Y 咧就褪咗隻腳咧越伸越出去，去到2014年底。咁難講嚟緊6月咧，佢就話2015年，去到年底咧就2019年，即係個女仔唔嫁，30歲其實邊個話真㗎？39歲啦咁樣，咁個男仔暈咗喺度咯，係咪？而家一樣一路咁褪嘅話咧，最終成條 U curve 咧就變咗冇。咁大家會問啦，目的係乜咧？
咁啊幫到好多人去投資啦。咁美國啲企業融資咪好平啦，係咪？仲有過往啲 QE1、QE2 嚟緊可能有 QE3，你話啲錢退唔退市啦？前嗰幾年咪成日擔心退市嘅，係啊，嚟緊根本都唔會退市噶啦，因為太多資金啦。係啊，咁點算呢？咁多水，我個人覺得啊，我哋有機會嚟緊見到，如果佢真係嚟緊呢，係一路咁褪，有機會我哋會見到咩呢？就係出50年國庫債券。咁將啲錢吸翻啦，將啲錢擺咗落50年嘅水缸，呢啲錢呢就50年不變。咁大家會問為乜啊？好簡單啦，我哋香港外匯基金嘅投資嚟緊越嚟越少噶啦，因為呢啲息率越嚟越少嘅腰少啊嘛。你擺10年30年，咁點咧？佢遲啲可能10年30年嘅腰係得1厘，成條扁平嘅一條線。但係咧有一個咧50年或者40年嘅債券咧，佢就俾5厘你。香港你想賺5厘得，買50年咧？50年不變，咁啲錢多出嚟嘅錢咪全部去晒50年咯。咁其實喺911之後，10年前911咧，其實美國停止拍賣過30年債券咧2年幾嘅，2004年先再拍賣翻嘅。咁所以其實有可能咧，其實而家伯南克搞緊嘅嘢咧，唔係話一個咁簡單嘅事，有可能嚟緊呢係協調緊嚟緊美國點樣解決退市嘅問題。佢唔可能到時就揾 exit plan 嘅。你等於你讀個 strategic management 啦，策略風險啊，即係策略管理，你冇理由而家諗定今晚食乜嘅，你已經食咗啦，見你，即係唔食啦，係咪？你減肥係嘛？咁所以可以咁講就係話，唔知佢賣咩葫蘆賣乜，一個可能就係英國、日本、歐洲、美國可能根本係會出40年債券、50年債券。想睇大家1970年代係冇30年債券，咁點解有70年啊？佢都唔夠錢使，咪出30年咯。係嘛？咁咪等於交功課啫嘛，越交越遲啊！係嘛？翻嚟咁啊，嗰啲金咧，琴晚咧就澳紐加咧一路上翻嚟啦。咁啲鋼銅啊、招金啊、紫金啊嗰扎嗰啲金銀銅鐵石嗰啲，會唔會係有機會係新一個板塊追上嚟咧？絕對有咁嘅可能啦，亦都咁嘅條件啦，因為見得到金價嚟講嘅話啦，都升穿咗1700蚊呢啲嘅水平，現時嚟講呢，都去到1712呢個關口添噶啦。咁呢啲水平呢，其實令到今日嘅一眾金礦股啦，咁其實個升勢呢都係幾顯著。咁如果嚟話啦，真係諗住追落後一啲嘅金礦股嚟講嘅話啦，其實當中都要留意翻就係話，究竟嗰個企業啦，究竟係中游啊，即係究竟係中上下游啦，究竟係邊個業務為主嘅？因為如果嚟話佢哋嘅上游業務居多嘅話呢，絕對就會係受惠翻金價嘅一個上升。咁如果當中嚟講嘅話啦，今日呢嘅一個升勢比較顯著，而上游都比較業務比較多呢，咁亦都可以講到係一個招金嘅礦業啦。當中其實如果嚟話真係有條件追落後嘅話啦，咁啊其實應該招金嚟講呢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嘅。因為原因如果真係睇翻招金啦，之前曾經最低係咪見過差唔多10蚊嘅水平嘅？現時嗰個累嘅升幅呢，雖然即係話多唔多啦，都有3-4成。咁但係望翻佢同業真係嘅一個嘅紫金啦，其實由2蚊上嚟㗎。咁所以而家近3個5毫7呢，其實計下呢，都差唔多成7-8成嘅升幅㗎。嚟緊2014年先至係會加息，咁美國嘅息可以去到2014年加，即係日本、歐洲都好大機會呢，係主要嘅國家都唔加息。如果喺背景之下呢，基本上金冇息收呢，但係都冇乜所謂。因為大家都冇息，而且你見到5年嘅 T-bond 嘅碌啊，琴晚美國咧係新低嘅腰，得0.7幾啊，咁所以我想提一提就係話咧，呢個咁樣嘅兩個一個 X 軸 Y 軸嘅分析咧，再睇一睇 X 咧就係由之前嘅5厘 Fed Fund 格林斯潘離職嘅時候咧係5厘25。Federal Reserve overlay 咗嗰個 Fed Fund rate，咁跟住咧就輪到伯南克做好冇幾耐咧，就輪到呢個叫做雷曼事件。但係佢早冇幾耐咧，佢曾經想控制通脹，但係嗰陣時係5厘25開始慢慢減息，咁到次按爆煲之後咧，就5厘咧一路落去2厘1厘，跟住去到0至0.25，即係 X 軸嗰度咧，由5厘25格林斯潘講到落嚟0噶啦，冇得再喐5負咩？係啦，咁而家佢用嘅招數咧同日本唔同，日本係冇講明嘅。冇講明幾時加翻息嘅，所以06年嘅時候咧，冰島貨幣有一日咧單日跌25%，就因為yen拆倉，交叉盤拆倉。咁而家 Y 軸咧就係咧之前係2012，而家2013就話2014，隨時嚟緊佢同你講2016、2017。咁最後佢想點呢？為乜咁做呢？我諗呢，唔好淨係睇佢表面，佢可能係配合緊一啲點樣退市根本唔退嘅如何呢？咁呢啲呢都係要喺繼續落去呢，究竟等於係咪跟住佢繼續做到聯儲局局長啊，或者邊個做總統啦？奉皇上口諭，
皇后冊立大典在即，婚宴必須隆重盛大，不得有誤。下晝3點半，就算你唔係皇上皇后，皇上皇集團都會為你籌備至隆重貴麗嘅婚宴，令你成為世界上至幸福嘅新郎新娘。新城財經台新聞報道。現在由鄭國全部新聞。昂坪纜車其中一個滑輪運作唔暢順，導致旅客被困。今日起停駛10日，進行維修保養工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稍後會就事件會見傳媒。另外，喺網上訂票嘅旅客就陸續到東涌嘅纜車站退票。有內地旅客話，到東涌嘅纜車站之後，先至知道昂坪纜車停駛係感到掃興。佢哋話，之前已經喺網上知道昂坪纜車過往曾經係發生問題，認為香港作為一個大都會應該改善。港鐵將會喺東鐵嘅上水站同埋粉嶺站進行翻新工程，預計喺明年中完成。港鐵話工程係以雙如河嘅概念設計，改善乘客乘車環境，包括係將客務中心位置搬到人流集中嘅位置。自動售票機會改為入場式嘅設計，增加空間。大部分工程會喺晚間進行，同埋確保唔會影響乘客。另外，旺角東站嘅翻新工程已經係完成，沙田站嘅翻新工程就會喺年中完成。全港12個綠色團體舉行環保論壇，邀請3位特首參選人公開辯論環保政策。梁振英同何俊仁已經係答應出席，但唐英年仍然係未回覆是否係出席。環保團體話喺選委會中冇票，可能係部分參選人闊佬懶理嘅原因。團體代表又話，論壇嘅目的係要集思廣益，優化參選人嘅綠色政策。考慮到參選人2月29號特首提名期前可能選務繁重，所以係將論壇嘅日期順延喺3月1號或者係6號舉行，形式未必一定係同場辯論。環保嘅團體代表話，參選人是否係出席，正好係一面照妖鏡，俾公眾認清未來特首是否係毫無環保承擔。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正係進行特首提名競猜遊戲，測試網民嘅眼光。最新嘅情況顯示，特首參選人唐英年暫時領先另外2名參選人梁振英同埋何俊仁。網民估計唐英年獲得提名票數係637票，梁振英就有309票，何俊仁係194票。外交部宣布，德國總理默克爾應中國總理溫家寶嘅邀請，下個星期4訪問中國2日。另外，默克爾喺瑞士出席世界經濟論壇嘅時候話，歐洲要進一步整合先至可以維持經濟力量。佢又話，歐元弱勢喺過去多年形成，唔能夠一下子就能夠克服，但佢有決心可以克服。佢又認為歐盟同美國應該係尋求達成自由貿易協議。呢節新聞報道完。運籌財經強勢，鼓動生活智慧。FM 102.4至106.3，新城財經台。豐足做生意嘅朋友喺龍年生意蒸蒸日上，我係股市直擊嘅黃日華，新城財經台，恭喜發財。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本港地區下晝及今晚嘅天氣預測，天氣寒冷多雲，有薄霧同1-2陣雨，吹和緩至清勁嘅東北風，漸轉吹東風。展望未來1-2日，天色較為明朗，氣溫逐步回升。而家氣溫12度，相對濕度87%，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晚晚 OT 捱到胃痛，食胃仙腰啦！中和胃酸促進消化，幫助修復胃黏膜。日本胃仙腰雙層胃藥，全面護胃，國際品牌，值得信賴。星級紅籌由紅星贊助。依就楊偉儀同大家講下紅籌最新市況，紅籌指數做緊3952點，升71點，升1.8%。聽行頭有紅籌股表現，九社中移動做緊77個3升6毫，升0.8%，高見77個9毫半，低見77個1。883中海油做緊15個8毫2，升3毫2，升2.1%，高見15個9，低見15個6。688中國海外做緊15個4毫4，升2毫8，升1.8%，高見15個6，低見15個2毫2。762聯通做緊14個7，升4仙，升0.3%。
高見14個9毫2，低見14個6毫2。992聯想做緊6蚊02先，升1毫2，升2%，高見6蚊04先，低見5個8毫7。龍年歡聚要食餐好，梗係紅星嘅發財好事包心宴，12位只係2988，晚市8點半後仲有8折。喺馬路上踩單車同揸車都要特別小心，單車車身細，其他車尤其係大型車輛嘅司機隨時睇唔到佢哋，萬一發生意外就後果嚴重。踩單車嘅要佩戴保護裝備，留意路面情況同遵守交通規則。司機就要瞻前顧後，留意單車，彼此保持一定距離。大家都係道路使用者，要互諒互讓啊！第一信用財務祝你龍年一帆風順，一本萬利，財源廣進。方家人牌照號碼2232011。屈臣氏祝大家龍年日日健康，歲歲美麗，龍精虎猛。屈臣氏時刻守護你同家人嘅健康，令你更美麗，係你首選個人護理店。太子珠寶鐘錶公司祝賀全港市民龍年喜氣洋洋，身體健康，時刻幸福美滿。太子珠寶鐘錶，時刻互信。以下港股成交資訊由海通國際提供。咁啊，3點36分啦，恒指而家升307點，20417，成交510億。係期指20434啊，升249點，一月合約啦，二月合約咧係20445啊，升253點，高水30點，成交都係4萬張，一月就7萬張成交。國企指數11402，升255點，十大成交股份現時報價：建行6個2升毫2，工行5個5毫3升毫6，中移動77個3升6毫，中國銀行3個3毫4升7仙，匯控65蚊5仙升5毫，中壽23個1升9毫半，友邦保險26個3毫半升5毫，中海油15個8毫2升3毫2，平保咧61個4咧升2個3，中石油咧升2毫11個5毫2。海通國際獲 Asia Money 等機構評為最佳證券商，投資世界無遠弗屆。股市直擊，黃日華、李韻儀。翻嚟睇翻啦，咁啊，其他啲內銀股啦，咁啊，交行咧6個2毫1升毫9啦，招行17個8毫4升呢一個3毫8，民生銀行7個2毫3升8仙，中信銀行4個9毫8升1毫，中壽咧23個1升9毫半，平保攞1個4毫半升2個3，新華保險29個3毫半升8毫半，咁啊，中石油、中海油同埋呢啲中石化呢啲咧，踏入今年經濟帶住個市升咯噃，有冇後勁仲呢幾隻？咁啊，當然仲有後勁嘅，咁啊，但係有機會呢，就現階段呢，就揾翻一啲嘅位置呢，就係作為整固先噶啦。咁如果嚟話一啲嘅石油石化股份啦，當中比較落後啲嘅話呢，應該都可以講到係中海油啦。咁啊，始終因為之前嚟講嘅話啦，亦都係有一啲嘅即係可能漏油事件啦，令到佢本身對於翻嚟話今年嘅一啲嘅產量啦，嗰個目標呢，其實都調低咗嘅。咁但係其實現時嚟講啦，咁啊相關嘅一啲嘅即係賠償啊，或者之後真係解決翻一啲漏油事件嘅一啲嘅問題啦，已經開始有一啲嘅達成一啲嘅協議。咁其實睇翻一啲嘅報道都有提及啦。咁啊之前呢，即係蓬萊嘅一個嘅油田啦，去年夏天係咪發生過漏油嘅？係啊。咁其實現時嚟講嘅話啦，咁其實一啲嘅賠償嘅金額啊嘅一啲嘅問題都有一個嘅協議喺度。咁所以呢方面呢，真係對於翻一啲嘅不明朗因素呢，都慢慢就消化翻。咁呢度嚟講，對於翻如果真係嚟話嗰個油田啦，之後可以慢慢其實係真係可以復翻產嘅話啦，其實對於翻佢今年嘅產量呢，有機會就係提升翻㗎。咁啊，所以呢方面都可以留意翻，究竟會唔會對中海油之後嘅一啲嘅即係淨產量呢，有翻一個即係正面嘅幫助。如果係嘅話，亦都有條件呢，就係追翻之前嘅即係石油石化股份呢嘅當中嘅落後㗎。咁啊，就油價方面就拉拉扯扯100蚊啦。咁啊，而家睇翻嗰個整體商品嘅金銀啊、期油啊、澳紐加呢，似乎呢就過往呢幾個月驚濤駭浪之下呢，期油穿過80蚊啦，金仲誇張，金跌落嚟1500蚊穿過，咁之前呢跌落1530啦，招金蜻蜓點水啊！你最中意嗰隻掂一掂，咁9個9就上翻嚟啦，而家13個8升1個1毫8，似乎呢一陣呢都應該係商品股嘅板塊。咁嚟緊，我覺得中石油、中海油呢啲呢都係有條件嘅。咁啊，中海油我反覆討論咗好多次啦，即係呢個我哋國家同日本再開採翻，即係再傾翻點樣開採東海油田呢。我覺得呢一個呢係今次搞咁多年再傾啦，應該
該係有啲成果，而中海油咧即係喺海度轉，唔會變中石油喺陸地嘅係嘛？咁啊一個海一個陸啊，一個陸地，咁啊中海油應該都係一個會得益嘅。咁啊技術上嚟講咧，就亦都睇翻就我哋國家嘅經濟啊各方面啲嘢咧，根本唔係話咁差啦嚇。咁所以如果你望翻美國咁，亦都比預期中好，咁就我哋國家去呢個美國邊嘅出口未必咁差。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如無意外，而我哋國家能夠喺第一季適度咁樣再放多啲即係不同嘅政策啊，調撥翻個資源，令到經濟穩定即係克服咗嗰個短期嗰個出口嗰個突然間收縮嘅情況咧。咁呢個應該咧就喺能源方面嚟講咧，都係有個正面宏觀上正面支持呢啲股份。咁仲有究竟係咪落實到嗰啲乜嘢政策㗎？裏邊啲能源政策咧，係啊，啲稅項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交稅嘅一啲起徵點啦。咁其實大家都商議緊啊，將佢嘅一個嘅價格提升啦。咁其實對於翻真係相關嘅股份，第日交嘅稅項呢，有機會就減低翻幾多下。咁呢度對於翻佢一個嘅稅後盈利啦，咁啊絕對有一個嘅比較大啲嘅一個貢獻喺度啊，因為三大嘅石油石化股份啦，其實交嘅稅項都幾多，因為稅前同稅後嘅盈利呢，其實個相距都幾大下。咁因為大家本身對於翻真係一啲石油即係徵稅嘅一個起徵點，其實本身之前大概40蚊美金嘅，咁如果嚟話真係提升到去55蚊嘅美金嘅話呢，呢方面真係對於翻佢哋之後可能真係徵稅呢方面嚟講呢，可以大大調低，咁亦都會係有利翻佢喺稅項嘅一個優惠啊。咁所以如果真係落實啦，咁之後呢，對於翻一啲嘅石油石化股份啦，絕對係有一個有利嘅條件喺度㗎。係啊，不如我想再提一提呢，我提出即係個債就歐債危機試升兩季咁慢慢舒緩呢，唔代表話冇一啲衝擊㗎嚇，但係呢啲衝擊呢，由於已經累積咁多嘅升幅啦，恒指、國指咁掟翻1000幾百係唔出奇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呢，如果而家嘅走勢嚟講呢，即使係回400-500點呢，個支持都應該係喺度。咁亦都係睇唔到有咩重大嘅新嘅歐洲方面嘅負面消息。咁你起碼短期嚟講，你見到美國都大隻啦。咁琴日伯南克行出嚟都4平8穩，即係對答如流。咁我應該嗰個美國經濟喺上半年都應該係可以。咁而過往呢個感恩節啦同埋聖誕節嘅消費，咁踏入到依家，咁似乎呢就應該喺個消費方面唔會話突然間曳得緊要嘅。咁所以亦都可以話美國方面美股唔錯，咁有剩落嚟就德國 DAX 指數咧，幾次抽到6400、6500咧都有阻力啊，松爺。咁德國都能夠升穿6550，甚至6600咧，咁德國又就呢個美國又就咧，咁有機會咧，全球嘅股市同埋在我哋往年呢，香港同埋內地咧表現比較曳啲啲啊嘛，咁所以係咪能夠追上嚟咧？咁亦都睇翻週末會唔會我哋國家有啲好適度嘅政策，令到 A 股開出嚟一開條龍飛咗上去咧？咁當然如果嚟話即係憧憬嘅一啲嘅政策啦，咁現時都比較難去預計啊，因為呢啲嚟講即係政策嘅方面啦，都比較難㗎嘛。咁但係下個禮拜其實呢，下個禮拜都會係中國呢都會有一啲嘅 PMI 數據會出台嘅。咁所以如果嚟話即係 PMI 嘅數據呢，當然都會影響到啦。咁究竟之後內地嘅一啲嘅貨幣政策嘅去向呢係點樣？咁所以都可以睇埋下個星期一啲嘅數據，睇下內地開市開成點樣，再睇下港股之後仲有冇一個力呢就再上啦。你中意嘅港紙咧，即係你都係心係香港國家噶啦，港紙好強嘅。港紙就強咗好耐噶啦。其實根本過往呢大半年，就算係即係俾人執得好勁嘅8月9月嘅時候咧，港紙都係美電啊，都係7.81啊，7.805啫嘛。反覆而家就強翻上嚟，咁人民幣咧雖然咧就而家假期喺內地，但係中間價都去過6.3001嘅呢個匯改高位，亦都即係關於乜大行咩人民幣貶值，嗰間大行出幾次報告咧不同人，所以有時係要睇報告，但係睇完都要小心啲啊，即係冇俾人翻叮啊嚇。咁但係咧就如果你睇翻港紙幾強下咧，咁點睇咧？似乎好配合喎，你不嬲中意睇港紙強、港股強嘅喎。係啊，咁始終有錢嘅話，咁啲資金都會有機會流入喺即係港股度噶嘛。咁多錢添，咁幾時流啊？仲會唔會逼上去啊？
咁其實逼上去嘅話，我始終都即係維持翻之前嘅睇法啦。咁如果你話現階段嚟講啦，累計升幅都係有唔少嘅話啦，始終有機會呢就係整固先嘅。咁之前其實即係面對緊一啲嘅阻力區呢，咁啊開始都慢慢就形成緊㗎啦。咁無論係講緊即係20,500啦，至到20,800點呢啲水平，咁啊都係一個明顯少少嘅一個阻力㗎。咁港股如果嚟話啦，250天平均線呢，就係講緊大概係21,000點呢啲嘅水平嘅。咁啊呢啲位置亦都係啱啱呢，就係上年8月嗰陣時候啦，咁就即係美國嗰個主權評級啦下降，亦都係令到有個裂口嘅低開。咁如果補翻呢啲嘅位置呢，嗰個上升嗰個阻力呢，有機會呢就比較大啲嘅。咁啊，所以真係現階段嚟講啦，如果真係樂觀啲嘅250天線啦，大概21,100呢啲水平啦，個阻力應該都係比較大。短線少少呢，大概係20,800點呢啲阻力呢，應該都會係有嘅。咁所以即使即係現階段嚟講啦，入市呢都唔使即係都唔好咁樂觀住啦。雖然對於之後嚟講都係抱住審慎樂觀嘅態度，咁但係嚟講呢，真係現階段嚟講，其實上下嗰個風險呢，其實都有嘅，因為都望翻真係由19,000點、18,000點呢啲水平上嚟呢，都真係幾不下嘅。其實有往年嘅16邊呢，風高浪急嘅時候，個個話咩紅人啊，金又紅啊，呢樣嘅紅眼都紅埋嘅時候呢，上翻嚟而家4,000點嘅啦。係啊，咁咪好咯。係啊，但係如果嚟話即係4,000點嘅話，之後個上升動力仲有冇夠呢？我仲喺腦裏邊歐債未解決啦，咁係未解決咁點每日都未解決咁點搞呢？如果即係未有舒緩期嘅，係咪？就算成個歐洲入咗 ICU 打咗咁多針，咁多名醫睇住，應該都行翻2步噶嘛，可以舒緩下嘅。仲有你見到 IMF 將全球嘅經濟咪下調嘅，拉加德又話唔夠我就冇啦。咁佢意思係咁啊。冇事嘅，不過你要救我哋，你唔救我哋就有事啦咁。咁我哋梗係救佢噶啦。咁仲有我哋一早知道，好似你做先生一定肥我嘅讀書噶嘛。咁你明知都係有事，你就會做嘢噶啦。所以應該嚟緊呢，中國好、歐洲好或者其他國家呢，都又係啲政策應該會慢慢出嚟。所以宏觀上呢，係有個空間，我覺得依然都係嗰個歐債危機呢，係有個舒緩期。呢個舒緩期過咗一季啦。咁但係往年嗰季好難捱嘅，真嘅，因為有好多見都未見過嘢。但係踏入今年，大家就忘記咗咩？標普下調3A、2A 變2A 加，發覺 so what 咁啊點啫？係啊，市場反應都冇咁大啦，已經。咁一早炒咗啦，大家忘記咗啫嘛。仲有99分同90分乜分別啊？都係 A 啫嘛。我都冇分別啦。你冇地方擺，我就算同你講美國而家1A 又如何啫？我哋國家嘅大公個評級機構比美國嘅主權評級係1A 嘅，但冇人睇嘅。咁我好驚啦。咁你都要擺佢噶啦，冇得驚噶嘛。閂埋門得2個人直播室，咁可以點做咧？會繼續講嘢咯，係咪先？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有啲嘢我諗要冷靜少少，係未解決真嘅，但係總有舒緩期嘅。呢個舒緩期咧，有好多蛛絲馬跡你睇到係唔合理嘅。成班人走去買呢個離久嘅呢個10年債券，唔係啊嘛？仲有幾多升啊？雖然伯南克而家隻腳喺 Y 軸嗰度 ，X 就0至0.25，Y 軸就2013去到2014年底，難保年中一陣間去咗2019、2017，我唔知係咩葫蘆賣咩藥，但係咧係啊，起碼嗰條 U curve 啦，佢咁樣咧，根本就趕翻啲錢走啦。好多股份個 U，根據 Sony 啊同我不斷講嘅5厘、4厘、3厘。你講過好多次3、4、5俾我聽㗎啦，你再講翻俾聽眾聽啦。係啊，市面上都好多股份仲係4厘、5厘息嘅，即係之前都有提及啦。啲 pension fund manager 甚至好多嘅基金，仲揸住1厘9，定揸住3厘半嘅長和黃啊，定係仲揸住呢一個，仲揸住呢個領匯基金咧？領匯嗰隻領匯都4厘啊，係咪雖然新高？咁其實呢個好基本嘅概念嚟嘅。咁呢啲錢咧，點都會有翻啲走翻去股市噶嘛。係啊，只要錢多嘅話呢，總會有部分嘅留翻港股嘅。見得到近日成交金額啊，或者港匯嚟講都係偏強啦。好，休息陣間。亞洲財經匯報。歡迎收聽呢節亞洲財經匯報，主持係羅文俊。亞太區股市普遍上升，港股喺龍年首個交易日紅盤高開升143點，恒生指數企穩喺2萬點嘅樓上，最新報20,393點，升283點。藍籌股接近普遍上升，市傳匯控計劃出售日本卓越理財業務，股價升到去65蚊，中移動重上77蚊嘅水平，港交所升超過1%。國企指數最新報11,385點，升238點。
日本股市下跌，指數由琴日創下嘅3個月高位回落，日經平均指數收報8849點，跌咗34點，跌幅0.4%。美國維持低利率至到2014年，帶動南韓股市上升，首爾綜合指數收報1957點，升唔夠1%。台灣股市假期休市，新加坡富時 ST 指數報2886點，跌咗4點。澳紐股市方面，澳洲今日假期休市，新西蘭50隻成分股指數收報3281點，升1點。內地股市繼續農曆年假期休市。匯市方面，聽聽美元最新匯價：歐元1.3102，日元77.59，英鎊1.5666，瑞士法郎0.922，加元1.002，澳元1.0638，新西蘭元0.8216，人民幣6.335。現貨金每盎司報1711美元。紐約3月期油喺電子交易時段最新報99.93美元一桶，升0.53美元。呢一節亞洲財經匯報到呢度。7月期指報20,401點，升216點。2月份紐約期銅每磅383.3美仙，2月份紐約期金每盎司1712美元。金銀業貿易場第74號行員金道貴金屬帶俾你。本港飾金、黃金飾金賣出每兩17,450蚊，賣入每兩15,680蚊；白金飾金賣出每兩16,900蚊，賣入每兩14,200蚊；舊金每兩最新報15,868蚊，升380蚊。香港黃金白銀交易所金銀業貿易場成立100周年。提供電子交易編碼，公平、公開、公正。金道貴金屬有限公司全力支持。大華繼顯係你靠得住嘅投資拍檔。現時嘅氣溫12度，相對濕度87%，請注意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大華繼顯，大華銀行集團成員，你可信賴的投資伙伴。紅磡回春堂祝各位新年進步，身心康泰，龍精虎猛。紅磡回春堂，唐文儀中醫師主理，查詢23342472。恭祝大家龍年快樂！香港去斑中心祝你青春常駐，想變靚，快啲搵香港去斑中心啦！熱線28388808。職業安全健康局祝各位龍年開工大吉，工作之餘要記得注意職業安全啊！職安局網址 www.oshc.org.hk。金鷹證券祝大家龍年財源滾滾，股運亨通。金鷹證券為馬來西亞最大銀行 Maybank 集團成員，熱線22680660。龍年瑞氣降臨，皇上皇祝賀全城幸福美滿。皇上皇集團首創一站式婚宴服務，帶俾你有如皇室尊貴嘅難忘婚宴。股市直擊，黃日華、李韻儀。Sonia 咁啊，睇翻啦，咁啊內險股啦。咁啊，其實而家揀去追就唔係咁易噶啦，講真，因為你唔覺都滲下升咗成2-3千點啊，咁但係都要揾啲有機會噶吓，趨勢都係應該即使回吐都可以做好啲嘅。係啊，如果嚟話即係內險股啦，咁之前第一浸升嘅話，可以話就係內銀啦。頭先你有提及嘅，即係匯金買咗4大國有銀行之後啦。咁之後嚟講啦，其實升呢都可以話內險股嘅，因為記得之前呢有提及嚟話好多嘅股份嚟話國壽啦，18蚊嗰啲位置係咪好有，即係亦都有個比較大嘅防守力啦。即不知不覺間，原來都挨近就嚟24蚊呢啲水平噶啦。咁所以其實你話現時嚟講啦，今日23蚊嘅國壽啦，真係再去追嘅話啦，個風險都大咗好多。其實一啲嘅內險股份啦，真係計翻個低位上翻嚟呢，其實都唔少。除咗國壽有提及嘅，好似平保咁啦，跌穿過50蚊之後，其實現時嚟講亦都係去到60蚊，又係去緊之前嘅一啲嘅位置嘅。咁所以如果計緊內險股算唔算係落後嘅板塊呢？我亦都有少少嘅一個嘅即保留喺度咯，反而頭先有提及嘅可能一啲嘅資源嘅股份，因為資源價格都開始慢慢上翻嚟啦。頭先有提及一啲金礦股，有機會係成為翻下一次資金有機會追捧嘅股份咯。咁所以內險股現階段嚟講，都仲要睇下個禮拜內地嘅股市去向啊嘛。金就提早講一講啦。咁今日內地仲係假期嘅又係啦。金呢，我哋之前都討論過啦。咁上翻嚟1680、1730呢5萬蚊，如果打穿嘅就確認啦，金就見到底噶啦。我哋好容易聽到好多好誇張嘅睇法，
咩90咩澳元90美先啊，一個咩金幾多話1200蚊1000蚊啊咁樣，係有機會嘅，因為過往見到好誇張嘅波動，但係呢啲咪叫熊市或者牛市咧？我用幾個字即係表達呢種睇法啦。幾年之前嘅 Accumulator 事件，澳元90去60。係咪？咁啊，中信泰富就出咗啲問題啦吓。咁呢個係一個發生過嘅，發生過嘢，你再同我講會唔會發生？我都唔會啫。咁但係問題有啲守株待兔嘅氣味啊，兄弟啊！呢個守株待兔咧，有個人坐喺度，佢隻兔仔戇居居撞埋棵樹度暈咗啊！跟住一醒咗就喺個籠度準備俾人剝皮，係 touch wood，後尾人救翻佢一檔。咁但係咧，如果你望哇會唔會落90啊咁樣？我點咁有機會嘅？咁但係你要睇翻整體係你係咪急需去買嚟讀書啊、去玩啊、投資啊？咁如果你話我等90會等到嘅，唔知幾時咯，因為總有咁嘅機會率喺度，等於有個隕石跌落地球，幾時有機會噶嘛？係啊，唔係隕兒係隕石。咁所以你問我就覺得即係其實就嗰個金嚟講咧，波動好大，之前由1900跌落去1500，抽上1800又落1500，係咪？所以其實喺400美金挫得咁耐，但唔好忘記而家伯南克作為聯儲局嘅主席提出到2014年底，而家以咁嘅情況咧，我諗佢係一個非常規嘅政策。咁印象佢講過往年佢有3樣非常規嘅嘢。係啊，而家呢個就係即係佢一路伸啊，越伸越長，越伸越長。咁原來佢就閃下你去到2015、2016都唔遲。到時你會發覺咧，揸金揸銀可能好揸過美金，係啊。咁所以你問我咧，係好波動㗎。你問我會唔會1400買到先？我唔想拗呢個問題嘅，因為根本係你統計上你已經見到係好挫啊嘛。咁所以係會，但係問題整體嚟講咧，個金都係往上再試高位咯。咁所以金礦股會慢慢會上翻。係啊，咁但係就都唔知要確認咗嚟話，即係金去翻由1730啊、1750呢啲位置，再企翻穩呢啲位置，先可以話真係形成翻一個上升軌道咧。到確認嘅時候走咗咯，係嘛？係啊，即係你要確認嗰樣嘢嘅時候，嗰樣嘢經已係好難追。等於你今日去下一個市，你睇到20401，坦白講，你追又唔係，唔追又唔係咯。有時有啲嘢係要慢慢咧，你要去滲啊。咁如果你問我金，個金穿1730機會就好高啊，蚊地企唔企穩。但係如果再拱上去嘅話咧，似乎而家咧之前太多嘅熊市概念啊。我覺得喺呢啲咁波動嘅市況，近呢幾年再講牛市、熊市，我個人覺得啊，冇乜意思。係咪？中意可以升咁升上去，你調翻轉睇翻美國債券，咪仲超牛市？係啊，往年由3厘70年嘅腰落到嚟嘅1厘7都見過，跌咗2厘，未見過啊！咁美債咁超牛市，唔知 overbought 得咁緊要，啲錢點解唔走翻嚟股市、金市匯市咧？咁所以我都係覺得外幣或者呢個金銀銅鐵石咧，應該慢慢好。仲有而家嘅經濟根本唔係想像咁差。咁再睇翻往年啊，你知唔知？往年我哋國家買實金嗰個數額經已過印度。仲有啊，今年內地啲 BB 仔出世都唔夠床位。仲有啊，內地係咪中意呢一個滿月酒啊？係。脆地都要2條鏈啦，係咪？真嗰隻喎，係咪？咁我哋國家買 iPhone 買到手軟嘅，買幾條鏈都濕碎啫嘛。係咪先？咁再嫁娶咧，2隻手擺滿呢一個龍鳳鈪咧，咁點搞啊？好重噶嘛！咁所以你問我，印度同中國嘅實金需求繼續係推緊，咁仲有央行啦，咁所以你話整體問我，美元同歐元2隻都有問題嘅貨幣，咁大家梗係唔出得聲啦，開會2個都係 CEO， 咁唯有唔出聲咯，撳住咯。但係暗地裏你諗一諗，其他啲央行、大中小央行賺咗啲美金會擺乜啊？都係買啲金啊，買啲銀啊，呢樣嗰樣咯。買完就有個問題，要揾地方擺嘛，火燭啊嘛。係。好，繼續。係啊，咁嘅情況底下嘅話啦，咁雖然今日嘅金礦股啦，亦都跟隨住翻個市況同埋金價啦，有個明顯嘅上升。咁但係啦，可以都跟隨翻啦，你嘅一個策略其實就係分住嘅吸納咪得咯。即係好多嘅股份啦，如果係有質素嘅股份，其實真係慢慢去分住吸納呢，都係一個嘅唔錯嘅投資策略。咁如果你話好似現階段嚟講嘅話啦，始終一啲嘅即係同翻一啲金嘅敏感性程度高啲嘅，例如招金啦，始終有機會佢跟翻金
價嗰個情況呢，會係更加之顯著，因為其實佢收購合併嘅一個步伐啦，睇翻其實都唔差㗎，係因為今年嘅年頭嗰陣時候啦，仍然呢喺一個嘅即係起翻一個新疆嘅地方啦，都係買咗一個嘅金銅嘅一個礦業啊，咁所以呢方面真係對於翻佢之後無論係金嘅價又好啦，或者銅嘅價都好啦，似乎升勢都對佢有利。係啊，咁啊休息陣間。港股總結，專家分析，大戶動向，財經新聞，盡在新城財經台。逢港股交易日下晝5點，趙國安財經 wrap up， 新城財經台，運籌財經強勢，鼓動生活智慧。交通銀行，你的財富管理銀行提你。下晝4點，交通銀行交稅通推出零息優惠，實際年利率低至 2.49 厘，查詢22699699。第一信用財務提你，稍後將播出新聞報道。第一信用財務貸款組合多元化，一切以你為先。放債人牌照號碼22322011。新城財經台新聞報道。各位歡迎收聽新聞報道，我係建文。昂坪纜車其中一個滑輪運作唔暢順，導致琴日有旅客被困，今日起停駛10日進行維修保養工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呢，正係就停駛事故會見傳媒㗎。佢啱啱就提到呢，喺事發之後呢，已經係即時派出機電工程處嘅同事了解情況，而旅遊事務處呢，亦都係有了解事件㗎。咁而政府方面喺今日嘅中午時分呢，亦都已經係約見咗昂坪360嘅管理層，表達政府對事件嘅關注。咁另外有網上訂票嘅旅客陸續去到東涌纜車站退票，有內地旅客話去到東涌纜車站之後先至知道昂坪纜車停駛，感到掃興。咁佢哋話之前已經喺網上便知道昂坪纜車過往曾經發生問題，咁認為香港作為一個大都會呢，應該要作出改善。琴日晏晝昂坪纜車自動監察系統發出停駛信號，咁大約700名嘅旅客被困喺凍冰冰嘅車廂裏邊。昂坪360人員檢查之後，認為係轉向站一個牽引纜滑輪嘅軸承有耗損，因此要停駛更換同埋徹底檢查。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正係進行特首提名競猜遊戲，測試網民眼光。咁最新嘅情況顯示啦，特首參選人唐英年暫時領先另外2名嘅參選人梁振英同埋何俊仁。網民估計唐英年獲得嘅提名票數係637票，梁振英就會獲得309票，何俊仁就會獲得194票㗎。咁而全港12個綠色團體舉行環保論壇，邀請3位嘅特首參選人公開辯論環保政綱。梁振英同埋何俊仁已經係答應出席，但係唐英年仲未回覆係咪出席。